仔继续来看这个高端疫苗的大股东福佑达这间公司申请进口韩国的喙内快台剂。食药署伫顶个月是快速互通过，引发着争议咯。因为国民党将阿的资料，为去年6月到12月，有40间的厂商申请要来进口这个喙内快台剂，拢互食药署以资料无齐全拍回去。但是指挥官陈时中日前说讲，拢无厂商来申请，国民党是骂陈时中讲白贼。啊，这个福佑达进口的这个快台气剂。讲伫个网络已经化到一剂230块，不过伫马来西亚一剂才卖代票100块。那以进口的数量3000万剂来计算，福佑达这届又搁赚800咯，赚差不多39亿。计时15分钟并判读结果。喙烂配落去，地当知影你敢无确诊？即马国民党摕一张表，怀疑指挥中心唔知影伫咧变啥梦。为去年6月到12月，有40间厂商申请进口，分别有8个国家的喙烂快台，全部去食药署以资料无齐全，拒绝甲提上去。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进前煞挂保证，伫咧迄阵福佑达进口韩国的喙烂快台进前，从来无厂商来申请过。美指挥官陈时中做人无老实。是你在说谎，还是你忘记了？没有掌握到所谓脱衣快筛的这个状况，那叫笨；还刻意的讲说并没有收到任何的申请，那就是坏。我想请问陈时中部长，你是笨还是坏？市长定讲，虽然福佑达今麦也未公布介绍，伫咧网络找这款喙烂快台，伫咧马来西亚介绍差不多是新台票100，伫咧网络毛60-70块。不过台湾已经有网络团购含伊在公司主文，但这是230块。这期到时阵福佑达的生理敢会收好赚？我们今天如果用马来西亚的售价大概100出头，然后再用所谓的这个团购价230元减掉100块，每一季有130元的差价，130元的差价乘上指挥中心核准福佑达这家公司进口的3000万的数量，那是多少钱？总共39亿啊！应该是说，过去在要医材的一个审查，都是依照过去的方式来审理，这个大家都可以受公平。食药署这边会来做说明。指挥中心发言人曾林上讲，食药署会针对这件代志出来说明清楚。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